来看罢免的消息，罢免对决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最近呢，正骨力展开这个防守战，到各选区替党内立委徛台助讲，也搁进攻方面罢免立院立委吴派英，这部分的人选进行无啥顺利，甚至搁有南洋议员和这个共党的野廖讲配合度真低。针对这点，朱立伦强调讲，大家爱团结。 我们升格之后，从朱立伦到侯友宜，我们让戏子彻底改变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要互选民想起，家己做主管长的过去，来到新北的十指，替南洋立委廖先祥做讲，党主席朱立伦徛伫街路顶，拍拼做好基本角色。一定要出来投，你无出来投，就等于帮忙民进党，帮忙赖清德。 一定要出来投。街路演讲反罢免吹票，也毋过参拍防守战来比，罢免立院立委所干人无介顺利，尤其是中正办华罢免吴派英，那进度不如预期，更加传出朱立伦系直接甲这队命令了后，有南洋议员配合度真低。 听讲过话册，在地议员张小平得压了冈山区党内董事桂昭贤，慢慢员工，甲联署会到三工，说害千亿的票走去。志刚跟我都在，他也不在现场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也没有说什么绿的会跑，他根本不在现场，他是听谁讲啊？只是说，我跟你讲实话，其实不少人都说不敢连。 可是我们就继续努力吧。强调家己，敢若讲真困难，也毋过从来无讲过唔到三工，而且即摆也当咧帮忙。是讲一人5000块的配额，有影难度真悬。啊那张小平目前无回应。另外，罢免吴派英的领衔人李浩亮，进前先委屈讲联络袂到朱主席，所以个加长工到党中央局长会室里，未说互纳军未合的事实，铺就台面。我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家一起努力啊！那不管是年轻的校亮，或者是各地的议员，大家要团结一致。现在陆军、空军一起来。连署的时间特别到啊，敢袂当催出支持者，也得爱看罢免的回答。 进攻加防守串联，检验总教练的发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